我差不多都各种的时节可以是做自家的任务，是有一只想法上的创自家的创作，所以该东西老通和教务团是慢慢的来学习做任务的方式，到大学到毕业到唱片公司做做杂，还有到电视台来做客发的跳路所以紧做紧有兴趣啊。后来是因为熟识安尼车一位欣赏，车一位欣赏其实古人爱讲，你写很多方言歌曲，其实你做在市款款用你的母语回了腔的客家话来写歌曲。该东西嘅鼓励是本来有一只动力来做我的客家专辑，所以第一摆我写的客家的歌曲是被演唱音乐台上的时节，该演是那都首奖。后来咪紧到安尼到客家界的朋友来熟识安尼，所以紧做紧好，安尼咪紧做紧有兴趣。你下咪当伊问我讲，你用办袂继续来做客家的创作？其实对我来讲，做客家的创作，还是我的人外一只母语是葫芦尾。对我来讲，其实是青岛一只当特别的事情，因为安尼唱歌的口气啊，还是安尼唱歌的方式讲的故事，全部绕安尼客家有当有关系。所以对我好挑战来讲，用方言来创作的时阵，安尼唱的好多是绕宪法有关系的事情。后来用母语来创作的时阵，其实对我来讲，题目变得很难台。能做的事情也变得比较多能够结合的事情跟想要讲的故事都变多了。所以对我来讲，用母语来创作这件事情，对我来讲是我创作的任务，这件事情来讲是一只更重要重心思想。语言其实它过去它就有很深的厚度跟历史渊源了，现在它需要一点点进化。我们的人做创作也是必须不断的进化，所以就很像两条线哦，安尼是从两条线哦，走行业的创作人到安尼的客家话，我们要两个在这个同一个交集点去创造出更多的新的词汇，去用我们的母语去书写，去说更多的事情。所以对我来说，现在这件事情变得很有趣。对我来讲哦，创作的部分会变得很神奇。大家好，我是汪子宪，我的母语。台湾的歌流行音乐会，新年27号到台北车站，汪子宪绕3平块等你来哦，黄子轩与3平块等你一起来同乐。